那乒乓的选手庄智渊甲伊的徒弟尤仔高成瑞一透早呢是飞转来到桃园机场，讲到这比赛的表现，这高成瑞是互家己85分。那伊的师傅庄智渊，互人问到讲，后一步要来创啥嘞？伊是讲笑开来表示讲，即届出产尤仔，后一回看敢生会出往来，也是碰过。 透早7点外，倒球教父庄智渊甲伊的师仔高成瑞转到台湾，看到朋友庄智渊随甲喙罨摕落来，笑甲真欢喜，地勤人员也热情甲因欢迎。台湾之光，欢迎回家。到入境大厅，早就有卖将单卖接机。两人接受采访的时，庄智渊坚持要互师仔成功，互人问到头一届参加奥运就拼入16强，高成瑞甲家己的表现拍85分。 第一次能在单打就能挺进到16强，也是非常开心。然后也会继续努力，给自己打85分。这届比赛，高成瑞互网友讲，伊甲同话，我们这一家，咱这家伙角色尤仔加成，即马人拢叫尤仔同学。庄智渊互人问到未来有啥物计划时，伊嘛趁这个机会甲笑开。可能像这次是生产出柚子嘛，那接下来看能不能产出一些凤梨、苹果这些。 类似就是希望有这个机会啊。拼过6届奥运的庄智渊伫巴黎完成最后一届奥运，告别26年的国家队人生，问伊敢有遗憾？庄智渊讲，人自本就是伫遗憾内底进步甲成长，即马甲问颠倒，互伊开始感觉真正有淡薄遗憾。其实本来不会去想这个，但是可能打完以后，媒体记者一直问，确实会开始有点感觉有点遗憾。庄智渊讲，伊一世人上难忘的，就是2012年伫伦敦奥运差1点就会当摕铜牌。毋过，伊也讲家己就算较输面的时，也毋捌放弃。也若师仔互人问到即届奥运印象上深的球，伊我同学随笑讲特别球拢是。伊回头看师傅庄智渊也互师仔回答，人甲笑出来。记者综合报道。